去哪儿啊？这已经是京城最边上一道墙了。淑妃，前锋听令，全力冲杀，攻下城门。是。准备！发！穆德谦，奴婢在。你现在带人将提兰送去密室。万一城门被破，刀剑无眼，正要他绝对安全。若有万一，你知道如何安全将他送出宫？陛下，还不快去！是。参见淑容妃，我等奉陛下口谕，带淑容妃去安全的地方。叛军攻破城池了，那陛下呢？陛下尚在督战中，陛下只是想先安顿好您。陛下不走，我哪儿都不去。陛下，淑容妃，情况紧急，就别再任性了。陛下要留下来指挥军队，您若不走，他便要分心照顾您，会拖累他的。此时就别再犹豫了，况且您还有龙子呢。就听陛下的吧。这到底去哪儿啊？这已经是京城最边上一道墙了。说好，只带淑容妃到防守薄弱处。你们杀人！是施大人骗了你，可不要怪我们。什么？提兰不见了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回事？陛下，怎么回事？快说呀！回陛下，方才有几个内官来传陛下口谕，说要带淑容妃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淑容妃和婢子姑娘便随他们走了。谁知不过一会儿，穆内官也要带淑容妃走。这怎么可能？让闲杂人等带淑容妃走？你的脑子呢？陛下，我等在京城偏僻处发现了内官和trung卫军的尸体。陈忠郎，立刻抓暗卫去找，就算把整个天齐城翻过来，也要找到淑容妃。是。